屌你閪你個！我都準備200蚊個現金獎勵你哋。多謝老細。各位股東，前日發個視頻抽查到1283肥佬嗰個司機喺車上抽煙、亂抌煙頭。視頻發上去之後呢，得到好多股東嘅反應。有啲股東話嗰個司機個服務好好，但係都有啲股東話嗰個司機嗰台車輛呢衛生搞得唔係太好。今日再次去抽查，出發。為咗防止有同事向你通風報信，我提前喺度等住佢。你呢個老闆真係好陰濕喎！千祈唔好俾你睇住啊！應該係有人向你通風報信嘅。我本身喺 B 出口等佢，佢而家停個車喺 A 出口嗰邊，喺嗰度。其實點知我今日要抽查呢？肥佬，開門！抽查，同你講，你睇你座位衛生未搞好，喺你嗰度。嗰日我發個視頻出去，都已經通告過你哋，係咪咯？而家我睇下座位先，我同你講。平時你咪停個車喺嗰邊噶，你係咪知我過嚟抽查？你特登喺嗰邊。你冇笑我同你講。座位各方面咧，地板咧好乾淨。我同你講，前日嗰個視頻咧，有好多老闆咧都表揚你嗰個服務係冇錯，但係咧有一大半嘅投訴你嗰台車個車輛衛生唔夠乾淨。下次見。我屌你閪你個！我都準備200蚊個現金喺度話要獎勵你哋。多謝老細。但係咧，你點做咧？你睇你座位椅嗰度嗰啲垃圾，你冇清乾淨俾我。你2日洗次車，反正日日洗都冇問題。我哋預測冇差嗰個洗車錢，你知嘛？好，多謝。為咗各位老細啦，表揚你個服務態度，我獎100蚊俾你先。多謝。嗰100蚊咧就下一次啦嚇。一個服務態度，一個車輛衛生問題，每次咧有乘客去表揚你咧，咁就200次。做到冇？得。你講喎。落定啊！落定後邊上車，深圳第2台，落定第3台。嗰個司機咧，本身咧，佢就想揾多啲嘅，因為屋企咧有幾個細佬哥啊。我哋走3個單，廣州嘅話係480蚊字一日啊。如果係走往返咧係300蚊字一日。佢自己都想揾多，但係咧太肥嚟，300個間喺度，佢做唔到咁辛苦嘅嘢，就留俾佢做輕鬆少少嘅。再同大家強調下，我哋依家改個地鐵站喺車陂南 B 出口啊，車陂南 B 出口，我係車陂啊，車陂南 B 出口，知道未？